爱花咯。无定着哦。哈？这个人犯事哦，假安那穿破烂破衫，但是伊深藏不露。人俗语一句话伫咧讲，海水不可斗量，人不可貌相。嘿，这个人犯事甲看起来哦，真真正正是一个异类啊。犯事伊有啥物特异功能的功夫的款哦。当伊明明就咧捡粪扫，哪有啥物功夫啦？这你都唔捌？我穿破衫咧捡歹东旧车，这是咧好司机呢。啊！奇怪，你哪知影我的名叫做好司机的哈？哈？好司机是你的名？当然啦，你唔知讲在下，唔是哦，本地业的名，向来是做不改姓，行不改名。我正讲姓侯名叫做司机，侯司机这三字就是我的名，所以你后港唔好讲这三字，安尼我唔知就是讲你叫我咧。好啦，你后摆我会较注意，莫搁后白讲你的名。不过我问你，你到底是要拜我为师啊？我唔啦，我要赶紧来去拜师学艺，将来要做武林的高手。啊，那对你哦，学捡粪扫的功夫哦，捡到上悬嘛，捡粪机尔。二位贤妹赶路了。啊，这你误会。我要教你的绝对唔是要教你捡歹东旧车，我是要教你的真功夫呢。啊好啊啦，提几步啊，捡歹东旧车好啦，真正功夫好。哎呀，咱有报名的，紧赶来去啦，哪甲会踢？对啦，哎呀，日头要落山啦，较紧的啦，行啊！这位兄台过时了，紧来走来。好啦，今嘛唔拜无要紧啦，反正我继续搁带只好司机啦。哇！我甲你讲，莫叫我的名，你搁叫我的名，足串的一阵，看。还是，嘿，无咯。哎，西公啊，遐大惊咩？遐大声惊死啦！哎，西公啊，你甲看啦，你安尼哦，甲人讲几步，人根本就无爱插你。啥物咧无爱插我？迄是因为伊甲我的缘分还未到。啊，缘分还未到哦。西公啊，你敢知影讲哦，人美伫迄内底哦，毋是干咱咧穿咧艰苦尔咧，搁做翕表，搁做热的呢。哦，伫内底你会热哟。啊，安尼无关系，这简单啦。西公再甲你牵一台冷气入去内底，互你的气味汗都会哦。好啦，既然你都安尼讲啊吼，啊无人就继续秘伫内底哦，好司机哈。唔通我讲，这句话袂用个乱讲的。这句话若讲出来，唔拄好伊若搁撞倒转来，我就搁去互歹假啦。知啦。大馆主，老话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无咯，大馆主，我对武艺无内行，也是你来做主。无咯，今日这场面，迄位应该爱你坐啊。哎呀，是啦，爹，你著紧去遐坐掉的嘛，通互外面迄寡英雄好汉紧入来表演啊。那小妹，你是要讲啥？你当咧表演啥物话？但这等下咧表演，这是真个真功夫的呢。这个表演个功夫的呢。哦，你当咧看大戏哦。无弟啊，代志唔捌，唔好乱讲。是阿爹。老话，请。大馆主，来开始啊。好，请。阿爹，我去请因入来。好，叫因入来。来，请。各位英雄好汉，今仔日的比武真简单，只要恁什么人有法度挡阮阿兄三招就好，安尼就算及格啊。来，顾英汉，啊无先请。再我过来。参照这款的小看场面，本地夹来应付就可以啊。好司机啊！哎呀！哎呦，你唔能伫这个对面哦，唔能讲你是大脚啦，无哦，会领麻烦呢。自扣，我唔捌你，你闪一边。到底多一位跳出来？来，我先。你啊，那你这个叫声哦，无够看啦。请了。先上手架，假板先头，来打！出。哎呦，这款的场面吼。若无小甲下一个翕讲一个，恐惊翕袂掉。
这个嘛，要如何是好啊？是要比啊？当然嘛要比啊！那你哦，你小歇困一下，啊，其他哦，看要任何人，也是要斗阵我来拢马紧。好。那安尼我也写款。看你穿这落色的衫裤嘛，知影你这落迄，哼，无叫笑。呀，你看我咧，你哦，你共款，若看你这落体格，大肚，敢若水鸡咧。那你安尼哦，我先斗两歌，互你看卖咧。哈，滚大南山面好，我卡，嘿，马上啊卡来跪啊路啊。两位兄妹啊，你若无来甲我救，我会倒只默默受啊。